走，哥带你去厂子里再打2把牌，翻翻本儿。你要是没钱，就把咱家那片破海滩签个字底给哥，哥借你本钱，这把保你赢。不要，海洋，那是咱家最后一条活路了。你今天要是签了字儿跟他去赌，我现在就带着青青死给你看。去，妇道人家懂什么？海洋，别听他的，痛快签了，哥带你吃香喝辣。玉玲，别怕，我不去赌了，我会好好出海养家的。这片海滩，我也绝不会卖。他竟然真的拒绝了。以前只要周国吉说带他去赌，他连命都能不要。今天的海洋怎么像变了个人？海洋，别说气话啊！你不去赌，你拿什么还那4000块钱？就靠你那2下子三脚猫的技术去出海？周国军，别演了，收起你那套虚情假意。别以为我不知道，外商马上就要来投资开发大型海参基地。你设局逼我欠债，盯上的根本不是这4000块钱，而是我家那片海滩几十万的征地补偿。什么？征地补偿？那片荒滩竟然能赔几10万？周国军，你给我听清楚了，那片海滩是周家的根，你想拿4000块钱就把它吞了，死了这条心吧。他怎么会知道？这可是镇里还没公布的内部消息。行啊，周海洋，没想到你个废物居然还能听到点风声。是，没错，我是盯上你那块地了，但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白纸黑字的欠条上按着你的手印，就你这穷酸样，拿什么跟我斗？你欠的那4000块钱要是还不上，那片海滩就是老子的。7天之内，4000块钱我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们，但我警告你，以后别再动我老婆孩子一根指头。行，你有种，7天后老子再来，要是没钱，就乖乖把地给我准备好。海洋，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玉玲，以前是我畜生，让你们娘俩受苦了。从今天起，天塌下来我顶着。但是海洋，那可是4000块钱啊！7天时间，我们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周玉盯着咱家那块海滩，就是想让我们家破人亡啊！别怕，从现在起，我哪怕豁出这条命，也会保住咱家的海滩，绝不会再让你和孩子受半点委屈。那4000块钱，我保证能还上。这片海滩正是祖上留给我的宝地，而且还是一片天然的高级海产窝。可惜前世我混账，整天泡在赌场，根本不出海。老父亲也年迈体衰，干不动了，白白浪费了这片海里的金山银山。果然，我的眼睛能穿出墙壁，也能穿出水面和泥沙，精准锁定所有高价值海货的位置。成功了，果然一点不差。上一世我真是被狗吃了良心，明明靠这双手，靠这片海就能踏踏实实的撑起一个家，却偏要去做人不人鬼不鬼的赌徒。我的眼睛似乎还能辨别高价值的海货，光点颜色越深，莫非代表底下的海货越稀有，价值越高？果然，竟然是野生的大竹节虾，看着蓝尾巴和粗壮的节纹，估计有半斤往上了。95年这会儿，这种极品好货在城里大酒楼一只就能卖出天价，算是开门红了。外行赶海只看水坑，内行赶海得看沙眼。这片干沙滩底下藏着货，平时极难发现，但现在在我的眼里，他们根本无所遁形。果然是一窝皮皮虾的巢穴。不到半天功夫就弄了这么多极品，光这半桶货卖个小1000块钱绝对不成问题。4000块的饥荒几天就能平掉。
玉玲和青青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了。哟，这不是咱们周大老板吗？真去赶海了啊？怎么着，在这片破沙滩上刨了一下午泥巴，挖到几只臭海星还是死螃蟹啊？这4000块钱的债，你不会打算拿一堆破烂海贝来抵给我吧？来，让当哥的开开眼，看看你能从这破滩土里弄出什么宝贝来。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废物平时连海都不出，今天居然能弄到这么多海货！哼，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这片海这么大，我不信你能天天踩狗屎运。该死的东西，还跟老子狂起来了！就算你走了狗屎运又如何？县里镇里面都有的是老子的人，你以为你能卖得出价？真能还债了？给我盯紧了！只要周海洋拿海货来卖，不管什么东西，都给我往死里压价！哟，这不是咱们镇上的赌神周海洋吗？这是排团上输光了底裤，终于舍得下海捞点烂虾烂蟹混口饭吃了。我看你这桶里死气沉沉的，别是些烂海鲜吧？这极品大竹节虾，这烂赌鬼哪来这么大本事，能捞到这种尖货？这烂赌鬼绝对是不懂行，今天必须几10块钱黑下来，转手一卖，我不就发大财了？个头倒是不小，可惜这品相太差了。这样吧，看在军哥的面子上，这桶破烂我20块钱全包了。20块，这下周海洋算是栽了。他一个欠了一屁股赌债的烂赌鬼，哪懂什么海鲜行情，活该被拿捏。王志刚，我这桶里全是野生大竹节虾和满黄的皮皮虾，少说也有10几斤，你敢说只值20？10几斤？你自己看看这秤，只有8、9斤。我说20就是20，在我的地盘，这价你不卖也得卖。王志刚，前世就是仗着周国办撑腰，用一杆黑心秤吸村里赶海人的血月钱，今天居然敢把这黑心招数用到我头上！你干什么？敢砸场子？混腻了是不是？糟了，这吸铁石藏得这么隐秘，连那些老渔民都没发现，这烂赌德怎么一抓一个准儿？大家看清楚了，他的秤底下还藏着半斤重的吸铁石，想拿20块钱黑我这半桶极品海货，你也不怕崩了你的满嘴烂牙？好啊，原来你一直在秤上动手脚，坑我们的血汗钱，怪不得我每次找你卖鱼总觉得斤两不对，原来你一直在秤上动手脚，快给我们赔钱！赔150，直接给现钱！哎，怎么的？150，这点钱连我这只大竹节虾的一条腿都买不到，当了我是没见过世面的傻子吗？镇上的鱼贩子格局太小，根本吃不下，也给不出这些极品海鲜的真正价格。想短时间凑齐4000块钱，必须得去县城。今晚是市里领导的贵宾宴席，你们就拿这种发臭发软的垃圾来糊弄我，这生意你们是不是不想做了？老板娘，既然是市里领导的宴席，不如看看我的货配不配得上。老板娘你好，我叫周海洋，是隔壁镇的一个渔民。既然是招待市领导的宴席，不如看看我的货配不配得上。周海洋，这烂赌鬼怎么跑到县城大酒楼来了？这是……我的老天爷！这么大的野生大竹节虾，这色泽，这活力，极品啊！你们看这皮皮虾，个头快赶上小臂了。我在后厨干了10多年，这种野生贱货也是头一回见。周兄弟，你这半桶货可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出1000块钱，全要了。1000块？这废物去海边刨了半天泥巴，居然赚了1000块，还被他搭上了苏玉红的路子。合作愉快。苏玉红可是县里最大酒楼的老板，专门收周边海货，招待各路贵人。周海洋结交了这种人物，岂不是真要发家？周兄弟，留步！3天后，市领导的主桌上还缺一道镇桌之宝，需要一条罕见的野生大黄鱼。如果你能搞到，我愿意出2500块的天价。
老板娘准备好钱就行，3天内您尽管来取。2500块，要是真让这烂赌鬼捞到，军哥的计划不就全泡汤了？不行，我得马上回去报信。玉玲、青青，我回来了，看我买了什么。海洋，你哪来这么多钱买米买肉？你是不是又去借了钱？瞎想什么呢？今天出海运气好，捞到了上等的海货，干脆全卖给县城大酒楼了。除去买东西的钱，这里还有800-900。以后天天让你们吃肉，4000块的债很快就能还清了。哇，有肉吃了，爸爸好厉害！王志刚，你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连个烂赌徒都按不住，还当众被人把吸铁石给抠出来了。军哥，这真不能怪我啊！周海商今天简直像中了邪一样，力气大得很，眼也毒，我根本拦不住他呀！闭嘴，没用的东西，滚一边去！周大贵，你接着说，你说那个废物跑到城里卖了1000块钱，千真万确啊，军哥，我亲眼看见苏老板给他数钱的，而且他还接了苏老板的单子，说3天内只要弄到1条野生大黄鱼，开价2500。2500？要是真让他弄到，那4000块钱的欠条还怎么拿捏他？哼，野生大黄鱼那是深海货，只靠在滩台上捡烂虾根本弄不到，必须得租大船出深海。你们俩立刻去通知村里所有有船的渔民，就说周海洋欠了我4000块钱的死债，谁要是敢把船租给他，就是跟我周国军作对，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周军，你怎么来了？海洋，出事了！周国军那个王八蛋暗中挨家挨户放了狠话，全村现在没人敢把船租给你，他甚至叫人把通往海滩的大路都给堵死了。前世我烂赌成性，周军苦口婆心地劝了我无数次，后来我被周国军陷害，倾家荡产，人人避之不及时，只有他借钱给我渡过难关，这份恩情我记一辈子。好兄弟，别慌，今天跟我走，哥带你一起出海发大财。哟，这不是咱们接了天价大单的周老板吗？怎么不是要深海抓大黄鱼吗？船呢？总不能插上翅膀飞过去吧？哈哈哈哈哈！这下周海洋死定了，得罪了军哥，连海都下不去。7天后拿什么还那4000块？就是啊，这海滩保不住，怕不是整个家都得撒了。海洋，你走错方向了，那边是去黑礁石的。他疯了吧？那可是黑礁石，全镇暗流最急的地方。他这是眼看着还不上钱，要去送死啊！可不是嘛，那底下的暗礁跟刀子一样，漩涡一个连着一个，几十年的老鹰都不敢往那边靠。哼，我看他是被4000块钱逼得失心疯了。去那种阎王爷的地界，不用老子动手，他自己就得喂王八。海洋，你来真的好，底下这浪大的能把人活吞了，咱们连条破船都没有，来这鬼地方不是白白送命吗？这种暗礁密布、水流极其湍急的地方，外人看着是送死，但其实暗流会卷来大量的小鱼小虾，这里是海底食物最丰富的地方。根据我的经验，这里正好是那群顶级掠食者最完美的藏身处。出来了！出来什么了？海洋，你是不是眼花了？底下除了石头，连根海草都没有啊！别出声，死死盯住那道缝隙的最里面。我的亲娘嘞！底下真有货！我刚才看到金光了，那么深的石缝，你站上面都能一眼看见。海洋，你这双眼睛简直神了！可是，这该怎么捞啊？这暗礁跟迷宫似的，浪这么急，咱们连网都撒不开，总不能跳下去抓吧？跳下去那是送死。对付这种躲在礁石缝里的深海掠食者，得用脑子。周军，抱住我的腰，死死抱住！哎呦，好大的劲儿，我快拉不住了！想借着暗流把网拉破，门都没有。前世我抓了几十年的鱼，还能让你跑了？
这么大的野生精灵大黄鱼，这怕是得有7、8斤重了吧？海洋，刚才底下那么急的暗流，这么大一条拼命的鱼，竟然硬生生被你一把给挑飞上来了！就你刚才那手劲儿，还有那顺水推舟的巧劲头，就算是咱们镇上打了一辈子鱼的老把式，也绝对做不到啊！海洋，你现在简直神了！哟，这不是去黑礁石送死的周老板吗？居然还活着回来了！怎么着？大黄鱼抓到了没啊？是不是抓了一桶西北风啊？君临，那么大的野生大黄鱼，这怎么可能？那片黑礁石下面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极品深海货？他连条破船都没有，到底是怎么捞上来的？这废物居然真的做到了！这鱼要是真被他卖了2500，他还清了钱债，我的几10万海滩补偿款不就彻底泡汤了？不行，绝不能让他把鱼交上去。周海洋，这可是你逼我的。海洋，这就是县城酒楼老板说的那条能卖2500块钱的天价鱼。对，有了它，咱们家欠周国军的4000块钱死债就能一口气平掉大半了。周国军，我就知道你这王八蛋肯定不会罢休。嘘，嘘。上一世，就是因为我对你们这些所谓的亲戚毫无防备，才会被吃的骨头渣都不剩。这一世，既然你自己非要往我设的套子里钻，那就别怪我关门打狗了。这蠢货，这么贵重的鱼就这么大摇大摆的放在院子里，真是老天都在帮我。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等收鱼的老板一到，我就亲自拿着这条大黄鱼去交差。到时候，不仅那2500块钱是我的，连搭上县城酒楼这根线的大功劳也是我的。至于你周海洋，就抱着那条死鱼哭去吧。哟，还真有大老板来收货啊！周海洋这烂赌鬼真是走了狗屎运了。有狗屎运有屁用？得罪了军哥，在咱们镇他就翻不了身。看着吧，今天他肯定要倒大霉。哎呀，苏老板大驾光临，真是有失远迎啊！我是周海洋的堂哥周国军。你好，周海洋呢？我来收那条野生大黄鱼。苏老板，您别去他家了，我那堂弟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烂赌鬼，他哪有本事搞到什么镇桌之宝啊？您去也是白跑一趟。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手里有刚收上来的极品海参和鲍鱼，成色绝对一流，包您满意。苏老板，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海洋的鱼早就备好了，就在家里等着您呢。放开我！周国军，你个王八蛋，你又想使坏！哎呀，我这兄弟脑子有点毛病，苏老板别见怪。我不管你们兄弟之间的事儿，我做生意讲究契约精神。既然和周海洋定好了，我就必须亲自去看看。带路。去吧去吧，老子正愁没机会当着全村人的面戳穿那小子的洋相。得嘞，既然您非要看，那我就带您去开开眼。弟弟，苏老板亲自来收你的极品大黄鱼了，快把你的宝贝亮出来，让大伙都开开眼啊！怎么着，不敢先啊？那我这当堂哥的就受点累，帮你一把。这就是他说的天价大黄鱼，拿这种死鱼去骗县城的大老板。完了完了，这下神仙都救不了他了。周海洋这回是彻底把天捅破了。不可能，海洋明明抓到了，这不可能。哎呦，我的傻弟弟呀！就算你想钱想疯了，
也不能拿这种破鱼去糊弄苏老板啊！你这不是把咱们整个镇的脸都丢尽了吗？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还以为他真改邪归正了，原来是想骗人。就是烂赌鬼的话也能信，得罪了县城大老板，以后谁还敢来咱们镇收海货？他这是要断了全村人的财路啊！周海洋，我真是看错你了。我做生意最恨别人弄虚作假，合作到此为止。周海洋，现在没人能救得了你了。4000块钱的死债，你拿什么还？痛快点，马上在这抵押协议上摁手印，把海滩给我交出来！你敢撕协议？周国军，别在这儿演戏了。前几天半夜，是谁像条狗一样翻进我家院墙，把水缸里的鱼偷走，又塞了条假鱼进去的？你心里没数吗？他怎么会知道？我明明一点动静都没弄出来。哼，知道又怎么样？反正现在真正的大黄鱼在我手里。这小子空口无凭，干脆直接让他死个明白。是老子干的又怎么样？没有证据，谁信你？那条大黄鱼现在就在我手里，你的功劳和钱老子全要了。苏老板，他周海洋是个骗子，但我手里有真货啊！周大贵，快把咱们收到的极品野生大黄鱼端上来给苏老板过目。这怎么可能？我的鸡翅大黄鱼呢？怎么变成了这种破烂玩意儿？周老板，大半夜做贼，眼神不好就别出来丢人现眼，连条鱼都看不好，直接偷了条破烂回去当宝贝。苏老板，让您看笑话了。不过您放心，我周海洋答应的事儿绝对作数。您稍等。堂哥，下次想当贼，记得带上脑子。就你拿来的那条死鱼，连村里的野猫都不吃，你也敢拿来糊弄苏老板？好，太好了，周兄弟，这鱼的品相和活力，简直是极品中的极品。你这捞鱼的手艺，我苏某人服了。这是2500块，周兄弟，你是个有实力又讲信用的人，我非常看好你。咱们签个独家包销协议吧，以后你手里所有上等的海货，我全部按市场价上浮20%收购。随叫随到，绝不让你吃亏。苏老板痛快，成交。神气什么？不就是走了狗屎运，捞着几条鱼吗？大贵，咱们走，我看他能得意到什么时候。之前卖海货的钱还剩下1000，加上这2500，一共3500块。距离4000的死债，必须尽快出海，再干一票大的。给我砸！把他院子外面的渔网全给我割了！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从今天起，谁要是敢借一条船、一张网给周海洋，就是跟我周国军过不去，老子砸了他的饭碗！唉，海滩被盯上，连渔网都给砸了。周海洋这次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周国军，你个生儿子没屁眼的王八蛋，你这事儿干的还是人吗？周海洋，军哥发了话，好船谁敢卖给你啊？就这艘破木船，船帮都烂了，船底还漏了3个大洞，扔在这儿都快发霉了。一口价50块钱卖给你，不过丑话在前面，出海要是沉了喂王八，可别回来找我的晦气。海洋，这破烂玩意儿根本下不了水啊，一个浪打过来就散架。50块，成交。别人修船靠摸索，我修船简直就是开卷考试。活见鬼了！这烂赌鬼什么时候学了一手这么绝的修船手艺？半个小时就把废船修活了。这破船还真敢下水？周海洋想钱想疯了吧？哟，周老板，这是真打算出海喂王八了？你还差500块钱呢，这破船还能给你变出钱来？我看你干脆现在就把海滩抵押协议签了，还能留条贱命。周国军，你给我睁大狗眼看好了，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带着钱准时回来。大爷大妈，拿着买点茶喝。我张某人来咱们镇投资，就是为了带大伙儿一起发家致富的。张老板，您可算来了，我带您去海边看看场地。这片沙滩的坡度和环境是最好的，简直是个天然的聚宝盆。只要把这块地圈进来，咱们大项目的盘子才算真正立得住啊！张总，
这块地是我堂弟的，出了点小岔子，还没完全拿下。周老弟，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过几天我就会召集全村人开大会签合同。这块地要是拿不下来，你之前想要的分红1分也别想拿。是，您放心，后天就是他最后期限，这块地绝对跑不了。准备好的那批合同都没问题吧？里面隐藏的违约金和条款做干净点，别让这帮泥腿子看出来。赵总放心，全是文字游戏，只要他写，这片海域就彻底是咱们的了。他们连捡个贝壳都得给咱们交钱。一群蠢货，还真把我当财神爷。大贵，张老板的话你听见了？要是拿不下周海洋的地，咱们全得喝西北风。你马上开我的铁皮船去海上盯着，绝不能让周海洋安生捕鱼。实在不行就下狠手，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明天第7天绝对不能让他偷袭的最后500块钱。军哥放心，我让他有去无回。海洋，这里可是阎王礁啊，浪这么大，底下全是暗礁，咱们这破船随时会散架的，这怎么撒网捞鱼啊？今天不撒网，好东西都在水底下的石头缝里藏着呢。你在船上拉好绳子，看我手势。极品野生双头红豹，这种体型和品相，随便一只在城里都能卖出天价。这么大的野生红豹，这得是双头豹了吧？海洋，你太神了，这一兜子少说能卖上千块。捞吧，多捞点儿，等会儿连人带货全给老子沉进阎王礁里去喂鱼！要怪，就怪你挡了军哥的财路，连人带船给我沉底吧！他要撞上来了，海洋快跑！想硬撞，在阎王礁的暗礁区开全速，简直是不知死活！大贵，这路可是你自己选的。憋不住气想往水底潜，没门儿！老子今天就直接拿船底碾碎你！我的腿！救命！救命！朱军，快滑到那边的大教室后头躲起来，别让他看见。果然撞碎了，哈哈！周海洋，你死定了！周国军这个畜生，为了逼你交出海滩，居然让大贵下这种黑手，这是想要咱们的命啊！恶人自有天收，他那艘铁皮船已经沉了，别管他们。咱们这趟来是为了搞钱的，办正事要紧。这么浓郁的光芒，体型如此巨大，绝对是野生龙胆石斑王，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海中极品。周军，拿最粗的麻绳和特制大网兜，底下有个大家伙。看好了，成了！海洋，这底下到底是鱼还是海怪啊？我快拉不住了！这畜生没力气了，周军，跟我一起用力！1、2，拉！这是野生龙胆王，海洋，你这手艺简直是龙王爷附体了！有了这尊大佛，别说500块，再来几个4000块也绝对凑齐了。天快亮了，今天是最后期限。周军，咱们直接上岸，去城里找苏老板。军哥，事儿办成了，周海洋那艘破木船连人带网，全沉在阎王礁了，绝无生还的可能。死得好！这下看谁还能拦我！那片海滩彻底是我的了。张总，大喜事儿！我堂弟那小子出海遇到意外回不来了，那块海滩的抵押协议马上生效，地彻底拿下了。干得不错，周老弟办事果然利落。这样看的话，你们村这片海域的口子就算彻底打开了。等今天的村民大会一开，合同一签，
基本上整个村子的海滩就全归我张某人了。这是赏你的前期定金，等村民都签了字儿，分红少不了你的。周海洋啊，周海洋，你跟我斗了这么久，最后还不是连命都搭进去了？这几10万的赔偿款全都是老子的啦！我的天，100斤重的野生龙胆石斑王，还有这么多极品双头红豹！周兄弟，你这是把东海龙王的龙宫给端了吗？绝了！这石斑王做成招牌菜，绝对能在县城引起轰动。周兄弟，这批货太硬了，我出8000块，全包了。8000块，这不仅够平了周国军那4000块的次债，剩下的钱都够盖座新瓦房了。海洋这是彻底翻身了。苏老板，其实我今天来除了送货，还有个想法。哦，说来听听。靠运气赶海不是长久之计，我打算回去单干创业，利用我们村的海滩做高端海产的生态养殖和集散。我希望苏老板能跟我长期合作。好气魄，周兄弟，只要你能保持这种品质的货源，你这摊子生意我苏玉红挺到底。以后你的极品货我照样高价全收。对了，我听说你们村最近是不是去了一个叫张朝东的开发商？对，他说要建大型海参基地，带全村致富。苏老板认识他？致富？他就是个业内出了名的吸血鬼。张朝东的合同里全是套路和文字游戏，村民只要签了字，不仅拿不到后续的钱，连海滩的所有权都会被彻底骗走。他根本不是去搞建设的，而是为了拿地。而且他搞的所谓养殖，用的全是剧毒的化学药剂和劣质饲料，不出2年，你们村的那片海就会变成毫无生机的臭水，子孙后代的饭碗就全被他砸了。完了完了，海洋，今天上午村里就要开大会，张朝东和周国军要忽悠全村人签字啊！周国军这个畜生，为了一点私利，居然要把整个村子推向绝路！苏老板，大恩不言谢，我们必须马上赶回去。乡亲们，只要签了这份海滩联合开发合同，以后大家都是海参基地的股东，年底全村盖小洋楼，家家户户买汽车。一群没见过世面的蠢货，随便画几个大饼就把祖宗基业给卖了。等签了字，你们连骗海带都别想捞。大家还愣着干什么？张老板可是大活菩萨，早签字早拿钱，我都已经签了。快，我先签，我要买汽车，别急，让我先按手印儿。玉玲，该你了，赶紧替你家那个死鬼把字签了，拿着补偿款带孩子过好日子去。不签！海洋走之前说了，这海滩绝对不能卖。海洋明明说今天会带着钱回来的，这都最后一天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沈玉玲，你还指望那个烂赌鬼呢？他要是能弄来钱，母猪都能上树。就是，别因为你一家不签，耽误了张老板给咱们发大财。这位大嫂，你要是现在签，我个人再多给你加500块补助。你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到时候这片海全被我包了，你们家那块破地1分钱都不值。不管给多少，海洋没回来，我死都不签。等他回来，别做梦了。实话告诉你吧，周海洋和周军昨晚去了阎王礁，连人带船全都被浪打碎喂王八了。你胡说，我爸爸不会死的。海洋，你怎么这么狠心，丢下我们娘俩？你不是发誓说要保住这个家吗？既然海洋没了，这海滩就是他留给周家最后的根。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们谁也别想抢走！不签，打死我也不签！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他按住。这地不签也得签。放开我！你们这是抢劫，没有王法了！赶紧按了吧，真是矫情，耽误大家发财。我看谁敢动他！滚开！玉玲，对不起，我回来晚了，别怕，有我在，今天谁也别想动你们一根头发。海洋，你还活着，你真的回来了！活见鬼了！他不是去阎王礁了吗？
那地方连铁船都能搅碎，他开个破木船怎么可能活着回来？这怎么可能？大贵明明说他连人带船沉底了，不可能！我昨晚亲眼看着那片海面上什么都没剩下。命挺硬啊，周海洋，活着回来又怎么样？今天是第7天最后期限，钱呢？要是拿不出4000块钱，今天这字你照样得签，海滩照样是我的。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4000的本金，1分不少。这怎么可能？你哪来这么多钱？我的老天爷，那可是好几千块啊！咱们全村人1年也攒不下这么多钱啊！他到底去海里捞了什么金山银山，居然真的让他凑齐了！海洋他真的做到了。周国军，从今天起，我周海洋不欠你1分钱，我家这片海滩，你这辈子都别想抢走。周海洋，你这钱来路不明，谁知道是不是你偷的抢的？这不算数，海滩还是得归我。来路不明，周国权，你为了这块海滩，连杀人越货的勾当都干得出来，还有脸问我钱的来路？昨晚在阎王礁，你指使周大贵开着铁皮船，全速撞击我的小木船，想把我和周军直接撞死在海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什么？周国军居然连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放屁！你血口喷人！大贵昨天晚上明明在家里睡觉，谁去撞你了？你有证据吗？这就是证据。周大贵的铁皮船撞在暗礁上翻船了，他这条腿就是被他自己的船给割伤的。天哪！原来大贵腿上的伤是这么来的！军哥这也太狠了，为了块地居然真敢下死手啊！不是我！王八蛋！老子差点就被你害死在海里了！海洋，既然4000块钱的死债咱已经结清了，这害人的破合同留着也没用了，直接一把火烧了他！想拿我周家的海滩，下辈子吧！张总，你得帮帮我呀！这小子坏了咱们的好事。没用的废物，连个烂赌鬼都搞不定，还指望我帮你？不过就是少了一家签字罢了。我张朝东的大盘子还不差这一块边角料。既然他不想发财，那就让他守着那块破烂海滩和西北风吧。就凭他一个泥腿子，还能掀起什么风浪？年轻人，火气别这么大嘛。周国军做事是不讲究，但我张某人可是带着诚意来带大家发财的。这样吧，只要你肯卖地，价格我给你双倍，怎么样？收起你那套假惺惺的嘴脸，双倍，你就是给我10倍，我周家的海滩也绝不会卖给你这种吸血鬼。乡亲们，你们真以为他是来带大家致富的？他的合同里全都是陷阱，只要签了字，这片海就彻底归他了，你们1分钱分红都拿不到。他搞的海参基地，用的全都是化学药剂和劣质饲料，不出2年就能把咱们这片海变成死水。他这是要绝了咱们子孙后代的饭碗。周海洋，你个烂赌鬼，快闭嘴吧！张老板给咱们发钱，你红口白牙在这造什么谣？就是，你自己不签就算了，还想搅黄大家发财的机会，你安的什么黑心肠？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在这装什么大好人？赶紧滚！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你们非要上赶着往火坑里钻，那我周洪山也懒得多管闲事。以后你们哭的时候别来找我。周海洋，我告诉你，等我的基地一建起来，整个村子的人都跟着我吃香喝辣拿分红，到时候你1分钱都拿不到，只能守着你那块破地干瞪眼。你现在嘴硬，到时候后悔可就晚了。张老板说的对，到时候咱们都住小洋楼，让他一家在破茅草屋里要饭去。后悔？我周海洋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我要用我自己的海滩单干，不用求任何人，我照样能带着老婆孩子赚大钱。我没听错吧？一个烂赌鬼居然说要单干做大生意，这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子！哎呦喂，就凭你那条破木船和一身的穷酸气，还搞高端海产，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好啊，
既然周老板这么有信心，那我就拭目以待了。不过我好心提醒你，到时候赔得连裤衩都不剩，可别哭着来求我收你的烂摊子。乡亲们，别理这个疯子了，咱们去签合同分钱。海洋，咱们把周国军和那个张老板得罪的死死的，以后在村里可怎么立足啊？而且单干养殖哪有那么容易？咱们一没经验，二没人脉，万一赔了可怎么办？张朝东财大气粗，现在大半个村的海滩都被他包了，咱们就剩自己那一小块地，拿什么跟他那种大老板争啊？玉玲、周军，你们别怕，张朝东那是杀鸡取笼，他那套骗人的把戏长远不了。咱们手里现在有卖鱼赚来的8000多块钱，这就是咱们的启动资金。有苏老板在那边兜底收获，咱们只要把海滩利用好，绝对能趟出一条金光大道来。好，海洋，只要你不再去赌，踏踏实实干，不管多难，我和青青都陪着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再让你们娘俩吃苦了。这片海滩的水温、长流和地势，简直是得天独厚的天然聚宝宝。难怪张朝东宁愿用下作手段，也非要抢走这块地。张朝东搞那种密集型的投毒养殖，早晚会遭报应。我要走就走最高端、最长远的路线，原生态野生放养。第一步，先用手里的本钱买网箱和材料，把这片海滩圈起来，做天然的防护隔离。第二步，利用我的透视，把深海区的高端海货引流过来，在这里打造一个极品海鲜的天然集散地，然后一步步做大。这一世，我要用这片海滩作为起点，打造一个属于我周海洋的顶级海产帝国。海洋，你这搞的什么阵法呀？我打小在海边长大，从来没见过这么拉网的。你这手艺也太超前了，我硬是看不懂里面的门道。这叫天然潮汐池，这片滩涂地势是个半月形，我把网布在最低洼的回水湾。等涨潮的时候，海水带着小鱼小虾涌进来；退潮的时候，这道网就能把营养物质和海华全截留在池子里。这叫借海养海。大家快看啊，周海洋这烂赌鬼脑子进水了！这片破沙滩连个蛤蜊都不长，他费这么大劲圈起来，是打算养西北风吗？真是瞎胡闹！拉几张破网就想养海鲜，咱们打了一辈子鱼，就没见过有人这么干的。这钱纯属打水漂了。人家现在可是大老板了，咱们等着看他怎么赔的连裤衩都不剩吧。周军，拿铲子来，咱们的新池子该进第一批住客了。这么大一窝野生红豹，看这个头，全都是双头豹级别的极品啊！海洋，你这眼睛是装了雷达吗？一铲子下去就掏了老窝。把它们安置在这个活水泉眼边上，这里的矿物质最丰富，只要一晚上就能让它们彻底脱胎换骨。我的个乖乖！海洋，你找的这活水泉眼也太神了！这才过了一晚上，这些红豹就跟吃了仙丹似的，个个生龙活虎的。这品相太不可思议了！我收了这么多年海货，从没见过肉质这么肥厚、成色这么完美的野生红豹。周兄弟，你这潮汐池简直绝了！这批货我全包了。这里是1万块现金。周兄弟，以后你这池子里的极品有多少我收多少。1万块？我没眼花吧？就那么几只破鲍鱼，在那个水坑里放了一晚上，就卖了1万块，这来钱速度也吓人了。咱们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也攒不下零头啊！凭什么？这块海滩本来马上就是我的了，这个烂赌徒凭什么能翻身？张总，周海洋那小子今天卖了几只鲍鱼，赚了1万块，现在村里人都眼红他呢。1万块，赚点塞牙缝的小钱就当自己是首富了？泥腿子就是泥腿子，没见过世面。今天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大资本。今天咱们基地正式开工，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凡是签了合同、按了手印的，现在一人发50块钱的占地补偿款。张老板真是活菩萨，啥活都不用干，白拿50块。就是啊，这才是大老板啊！哟，周老板又去滩团上挖泥巴呀？累死累活刨沙子有什么用？能有我们跟着张老板躺着赚钱舒服？动动手指头就拿50块，你那点破海鲜能卖几天啊？周军。没必要跟他们争，一群被人卖了还帮忙数钱的糊涂蛋罢了。咱们走，去弄咱们自己的海滩。海洋，他们往海里倒的什么鬼东西？那味道也太冲了！是剧毒的催长素和死苗。张朝东从头到尾就没想过好好搞养殖。
拿50块钱买断了子孙后代的饭碗，这50块，以后要拿他们半条命来还。海洋，咱这进步也太快了吧！前2天才刚在海滩边弄了个水坑，今天就直接换铁皮船来到深海区搞底波养殖了。周军，这叫外海回流沟，这底下是一条天然的海底大峡谷，洋流湍急。那些外海的鱼虾蟹群回游的时候，这里是必经之路。把网箱钉死在这儿，就等于张开大嘴等着海货自己往里跳。连海底下的水怎么流你都一清二楚，海洋，你也太神了！大石斑，还有锦绣龙虾，发财了！海洋，你这招守株待兔也太狠了！我周军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极品贱货！来，张老板多仁义啊！知道填海闹出的动静不小，耽误大伙下海干活了。今天每人发30块钱施工误工费，大家排好队。张老板真是财大气粗，这填海造地的阵仗，看着就提气。大家快看，周海洋那个傻子还在那折腾他那几个破铁笼子呢。就是，看看人家张老板填海造地的这大阵仗，这才是干大事业的。周海洋扔2个破铁笼子到海里，就想当大老板，真是笑死人了！这么多好货，全被这烂赌鬼占了。不行，这深海区又不是他周海洋一个人的，这钱老子也得赚。大龟，把大网给我撒下去，就挨着他的铁丝网箱下，老子要截他的湖，让他连个虾米都捞不着。海洋，你看，周国军那个不要脸的，居然把网下在咱们前面了，这不是诚心要截咱们的鱼流吗？截湖，就凭他那几张破网，这海底的强流跟刀子一样，下错位置就是找死。周军，别慌，把诱饵全挂在咱们网箱的迎流面上，顺着水流，鱼群闻着味儿只会全往咱们这里钻。快，拉上来！让周海洋看看什么叫截湖！军哥，网全碎了，这怎么可能？新买的网怎么全成破布了？周海洋，你是不是在水底下对我的网动了手脚？凭什么你的网箱好好的，我的网全碎了？动手脚，周老板，学人走路也得看看自己腿多长。你连海底洋流的走向都摸不清楚，也敢跑来外海下网？再说，你不是天天吹嘘跟着那个张老板发大财去了吗？怎么，张老板画的大饼没把你喂饱，你还有空跑来眼红我这点3瓜2枣？洋流对冲的口子你也敢挡，活该你的网被撕成碎片。下次想偷师学样，记得带上脑子。就是，抄作业都能抄个零蛋，赶紧滚回去填你的海吧！你给我等着！周兄弟，你真是不断给我惊喜啊！这种罕见的极品你都能搞到这么多，这批货在城里绝对能卖疯了。这是2万块，拿着。周军，这几天跟着我出生入死辛苦了，这是给你的奖金。这么多，汉阳，我就是出把子力气，这抵得上我出海干大半年了。跟着我干，以后这都是小钱。周兄弟，你有技术有胆识，做人还这么大气。光做供应商太屈才了，要不这样，我给你投资，咱们一起把这片海的生态养殖做大做强。苏老板眼光好，有了您的资金，我这海产事业绝对能提前建起来。合作愉快。造孽呀！这水怎么变得这么臭？平时咱们还能在这儿摸点小鱼小虾贴补家用，现在全死绝了。是啊，这还怎么活啊？你们看周海洋，他那一网起码卖了2万块，连周军都跟着发大财了。咱们当初还不如跟着他干呢。现在海也毁了，50块钱能顶什么用啊？吵什么吵？都没见过世面是吧？张老板，这海水都发臭了，鱼全死了，这可咋办啊？等年底海参长成了，那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利润，到时候给你们的分红能买几千几万条这种破鱼烂虾。
你们要是现在退缩，以后分红可就没你们的份儿了。就是，张老板这是在给咱们布大局呢。周海洋赚那2万块算个屁，能跟张老板的几百万比吗？对，张老板说的对，几条臭鱼烂虾算什么？咱们是要赚大钱分红的。差点被周海洋那点小钱迷了眼，还是跟着张老板有前途。这可是带马达的铁皮大船啊！海洋，你太牛了！别人干一辈子都买不起这大铁船，你几天就给拿下了。以后咱们出海再也不用手摇木桨受罪了。切，买个铁皮船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个出海打鱼的苦命。就是天天风吹日晒的，遇到大风大浪连命都保不住，嘚瑟个什么劲儿？周军，别管那些红眼病，咱们出海赚大钱去，坐稳了。周军，就是这里，拿重型蟹笼挂上重铅，对准10点钟和2点钟方向的暗礁缝隙，给我狠狠的下。野生大红斑，还有这么大的斑节对虾！海洋，这随便拎一条出去，都是城里大老板抢破头的好东西啊！咱们今天彻底大丰收了！这才只是开始，我们继续。乡亲们，虽然基地刚起步，但我张某人讲究，今天每户先发100块钱的第1期分红，让大家尝尝甜头。哟，打鱼的苦力回来了，买个破铁船有什么用？天天风吹日晒的挖空心思赚钱，多累呀！看看咱们坐在家里跟着张老板拿分红，啥也不干，白拿100块，这才是大老板的格局。你周海洋一辈子都学不会。极品，全都是有价无市的极品。周兄弟，这批货我按最高市价收，这2箱少说能卖个4、5万。4、5万，我没听错吧？他出去这一趟竟然赚了4、5万，咱们当宝贝的这100块钱，连人家一条虾腿都买不起啊！张总，大事不好了！咱们为了赶进度，海参苗撒的密度太大了，再加上用的那些便宜劣质的化学药剂，现在水质全坏了，底下的海参大面积生病，都在疯狂吐肠子，身上全泛白了。再这么下去，不出几天得全死光啊！慌什么？我们的目的又不是养海参，你给我把嘴闭严实了，去把外面那群泥腿子给我忽悠住。要是走漏了风声，搅了我的大盘子，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这味道怎么越来越臭了？水面还飘着白花花的东西，海参别是出问题了吧？不会是生病全死了吧？咱们的分红可全指望这些海参呢。吵什么？乡亲们不懂科学就不要乱猜，这是正常现象，这叫海参的蜕皮期。你们看到的白絮都是海参蜕下来的死皮。就是，张老板可是用高科技养殖，蜕完皮的海参个头直接翻倍，全是要出口国外的特级货，能卖大价钱。原来是高科技蜕皮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死绝了呢。出口国外的特级货，咱们的分红要翻倍了。张老板英明啊！周兄弟，你这片海的水质简直绝佳，不仅自己养得好，连其他海滩的极品野货都全跑来你这儿安家了。这满船的货，品相简直无可挑剔。周兄弟，这是长期供货合同，总价值100万，只要你能保证这个品质，我名下所有的酒楼以后只用你的货。这是10万块预付定金，你放心大胆的扩大规模，资金由我兜顶。10万？我做梦也不敢蒙这么多钱啊！苏老板爽快，这片海只是个开始，以后我要让这里的极品海鲜占领整个高端市场。海洋，我周军出海打了半辈子鱼，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能穿上西装，当上副经理。咱们居然真的开公司了！是啊，海洋，看着这牌匾，我这心里真踏实。咱们这个家终于是彻底立起来了。玉玲、周军，开公司只是第一步，以后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装什么大尾巴狼？不就是瞎猫碰见死耗子，赚了点钱吗？还开上公司了？就是，等开发商的海参一卖，
全村都是万元户，谁稀罕给他打工？各位老哥都是我专门从外村高薪请来的好手，以后踏踏实实跟着我干。咱们马上扩大船队去深海，大家一起赚大钱。那可是真金白银啊！要不咱们也去试试？谁敢？想清楚了！你们要是敢去给他干活，张老板年底的分红就1分都别想拿！张总，这池子里的海参怎么死了一大半了？大惊小怪什么？今晚你带几个人，半夜把死海参全捞出来，偷偷埋掉，只留下表面一层活的。等我再多坑些这群傻子的钱，这烂摊子谁爱要谁要。乡亲们，天大的好消息！咱们基地养出来的极品海参被国外的顶级大老板看中了，人家点名要全包，现在收购价直接翻3倍，你们年底的分红从1万块直接涨到3万块。一群没见过世面的蠢货，随便印了一张废纸，就把你们糊弄得找不着北了。3万块，咱们全村都要成万元户了！张老板真是咱们的财神爷啊！不过嘛，外商的要求极高，人家的原话是：海参不能直接装车卖，必须经过无菌冷链加工，必须立刻建起一个高科技净化加工厂。可是现在这建厂的资金缺口还差几十万啊！大伙别慌，张老板说了，有钱大家一起赚。现在每户只需要交2000块钱的建厂集资款，就能补上这个缺口。2000块，这也太多了，把家底掏空也不一定凑得起啊。嫌多？你们要是不交，外商这合同签不下来就是违约。到时候不仅前期投入全清零，大家还得跟着张老板一起赔人家几百万的违约金。没错，谁要是不交这笔钱导致违约，3万块分红也1分没有。别，可千万别违约啊！我交，我这就回家拿钱，哪怕去借钱也得把这2000凑齐，这可是保命发财的钱。对，快回去拿钱。海洋，这帮人是不是中了什么迷魂药了？张朝东摆明了是在挖坑，他们怎么还拿着棺材本往里头填啊？几句空口无凭的假话，就把他们一辈子的血汗钱全骗光了。这群人马上就要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倾家荡产。哟，周大老板亲自盯着运货呢，开个破公司也就是个臭打鱼的，天天围着这股腥臊味转，能有什么出息？就是，咱们交了这笔钱，以后就是出口大工厂的股东了。周海洋，等你哪天干不动了，求张老板，说不定能让你进厂当个保安。你们这群瞎了眼的，拿钱往火坑里填还嫌不够，在这显摆什么？周军，别打扰乡亲们的财路，大家伙可是要跟着张老板赚钱的人，这厂子还没盖起来呢。3万块的分红就已经揣进梦里了，大家可得多交点，毕竟这种好事儿一辈子也就一回，要是晚了，怕是连赔违约金的机会都没了。周海洋，你少在这儿嫉妒我们！别理这个疯子，他就是看不得咱们村好。那可是我攒了半辈子的活命钱啊！怎么交出去之后，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行，我得溜到基地后头偷偷看一眼，亲眼见着了，心里才踏实。去，哪来的野狗，在这瞎跑什么呢？赶紧滚一边去！什么味儿这么臭？这不是基地里的苗子吗？这哪是蜕皮，这是死绝了呀！我的5000块钱，骗子！张朝东，你个骗子！乡亲们，我这就带钱去市里找外商签厂房合同，大家等我的好消息。他们是骗子，全是骗子！大家看啊，咱们的海参全死绝了，都被他们埋在后山沙坑里了。他们根本没打算养海参，他们是要卷钱跑路。
张少东，你个畜生，把我们的血汗钱还回来！退钱，把集资款和承包海滩的钱全都退给我们，那是我们的棺材本。退钱？你们这群人脑子进水了吧？白纸黑字按了手印的合同在这儿摆着呢，给我睁大狗眼看清楚！合同第7条写的明明白白。海参死亡是因为你们村民看护不力、操作违规，这属于你们的单方面过错。不仅集资款1分不退，按照合同，你们现在还倒欠我几百万的高科技设备遵照费。我没抓你们去坐牢，就算我发大慈悲了。天杀的！不仅钱没了，还背上了债。这可怎么活呀？周国良，你可是咱们本村人啊！当初可是你拍着胸脯保证能发财的，你良心被狗吃了吗？你们这群穷鬼叫什么叫？我直说了，老子就是为了拿提成才忽悠你们的。又没人拿刀架在你们脖子上，字儿是你们自己签的，便宜也是你们自己贪的。活该被坑！大贵，把这群要饭的给我赶走！一群没脑子的泥腿子，真以为老子稀罕在这养什么破海参？这海滩底下全都是上好的天然建筑海沙，这才是真正的摇钱树，随便一挖都是金子。动作都给我快点儿，底下的好沙子全给我翻出来！这天然优质海沙在内渡建筑工质上可是抢手货，一车拉过去就能卖大几千块。都给我装满了，一点也别浪费！王八蛋，不光骗钱，连咱们祖祖辈辈的海滩一滩都要挖空，我跟他们拼了！别去啊，你疯了！那白纸黑字的合同上写着，海滩这几年归他管，咱们现在还欠着他设备费，难道就让他们这么欺负咱们吗？造孽呀！祖祖辈辈留下的聚宝盆就这么被挖空了，咱们成了全村的罪人啊！乡亲们，他的合同里全都是陷阱，只要签了字，这片海就彻底归他了。而且所谓的养殖基地里用的全都是化学药剂和劣质饲料，不出2年就能把咱们的这片海变成死水。周海洋当初拼了命的劝咱们，说张朝东要断了咱们子孙后代的饭碗，咱们鬼迷心窍，不仅骂他，还为了那50块钱沾沾自喜，报应，这都是咱们瞎了眼的报应啊！海洋啊，你可得救救我们呀！张朝东那个畜生把咱们村骗惨了。你现在是大老板了，手底下有人有钱，你出面去帮我把钱讨回来吧。是啊，海洋，咱们斗不过他，全村就你有这个本事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哟，现在想起来，我们海洋有本事了。当初海洋好心劝你们，你们不是骂他是个臭打鱼的疯子吗？不是说跟着张老板能万元户吗？周军说的对，我周海洋就是个打鱼的，没那个闲工夫去管你们的破事儿，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别弄脏了我的院子。周海洋，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乡亲，你现在发大财了，开大公司了，怎么能这么狠心？你今天要是不帮我们，就是没良心，我们就不走了。对，你要是不管，咱们全村人就饿死在你家门槛上。跟我耍无赖，收起你们那套道德绑架的恶心嘴脸。路是你们自己选的，字是你们自己签的，贪心不足掉进坑里，现在想拿我周海洋当枪使，门儿都没有。给你们10秒钟，马上从我家滚出去！谁敢再在这撒野，我立马报警。这辆最新型的冷链车，我全款要了，马上提车。哎呦，周老板真是痛快人，全款提车，手续我马上给您办妥。海洋，有了这大家伙，咱们的极品海鲜就能活着运到省城了，这得赚多少钱啊！不仅是车，我还订了一批最先进的进口潜水服和探鱼雷达，深海里的金山银山，咱们马上就要全部拿下了。大家轻点搬，那几台进口的声纳探鱼雷达金贵着呢，千万别磕了碰了。还有那边的恒温潜水服和高压气瓶，都仔细点，按套在仓库里摆好。我的个乖乖，海洋，你买的这些可都是尖端的高科技啊！以后咱们就算大冬天潜到深海里也冻不着。有了这些宝贝儿，咱们这哪是去捕鱼，这简直就是去海底捡钱啊！那可是带大冰罐的货车啊，那得10几万吧？
作孽呀！要是当初跟着海洋干，现在坐在大货车里赚大钱的就是咱们了。咱们现在饭都吃不上，人家连大货车都开上了，咱们这是把真财神给得罪死了。海洋，这可是连老渔民都不敢靠近的刀锋礁啊！底下的暗流全是对充盈的绞肉机，咱们在这儿下网，船都容易被卷进去。富贵险中求，越是危险的地方，藏着的极品越多。找到了，周军，拿最重的金刚网笼挂上双倍配重，避开9点撞向的漩涡，只有3点钟的净水壁，给我直接沉到崖壁最底下的石缝里。这居然是一整窝的野生金丝海鳗，这可是大补的极品软黄金啊！海洋，你简直是海神下凡，连刀锋礁的暗流绞肉机都能完美避开，还端了海鳗的老窝。我周军这辈子算是服透你了。有了新设备，加上我的眼力，这深海里的金山银山，早晚全都是咱们的。走，满载回航。老祖宗留下的滩涂啊，就这么被挖废了，以后连个落脚赶海的地方都没了。咱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呀？钱被骗光了，地也被挖空了，这日子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那是金丝海鳗，那么多，这一趟出海少说得卖好几万吧。人家周海洋一网接一网的捞着金子，咱们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祖坟被人刨。要是当初没签那份破合同，跟着周海洋干，现在数钱的也是咱们啊！好家伙，这么粗的纯野生金丝海鳗，还是活口的！我跑遍了全省的码头，都没见过品相这么绝的。苏总，你这次可是给我找了个大宝贝啊！张总，我推荐的货错不了吧？周兄弟可是咱们这儿赶海的头把交椅。这批海鳗我全包了，拿到省城的高端酒楼，那些大老板抢破头都要吃。周老板，这里是50万现金，交个朋友。以后这种极品尖货有多少我要多少。50万，就这么一兜子鱼。卖了50万，老天爷啊！咱们全村人干一辈子也赚不到50万啊！张总爽快，合作愉快。海洋，你这图纸画的也太气派了！等这小洋楼盖起来，绝对是咱们全村第一豪宅。还有这恒温池，以后咱们捞回来的极品海鲜就不愁没地方养了。海洋，我真是不敢想。咱们家居然也能住上楼房了！太好了，今天要有大房子住啦！玉玲，这只是个开始，以后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你闻闻那肉香，周海洋家现在天天大鱼大肉，盖洋楼开大车，日子过得比神仙还舒坦。凭什么？咱们连饭都吃不下了，背了一身债，还要眼睁睁看着他吃香的喝辣的。该死，这50万本来应该是我的，这小洋楼也该是我盖的。周海洋，你别得意的太早。乡亲们，你们看周海洋那小子，一转眼50万到手，又是盖洋房又是吃肉，咱们呢欠了一屁股债，连口热乎汤都喝不上，凭什么？就是，这海里的东西是大家的。他凭什么独吞？他那在养池里现在全是今天刚捞上来的极品货，随便抓几条去城里卖了，就够咱们还清债，还能吃香喝辣。咱们今晚就去借点，神不知鬼不觉。对，拿回属于咱们自己的东西，干了！大贵，你看这围栏上怎么这么多亮晶晶的线，还有这红灯一闪一闪的。听说海洋又买了一套什么电子监控报警系统，咱们要不算了吧？瞧你那怂样，他那是吓唬人的，几个破灯泡就把你吓住了。他的钱都拿来买大货车盖新楼了，哪还有钱搞什么高科技？就是。这就是几根破烂铁丝，赶紧的，趁着没人。哎呦，这什么东西？怎么这么硬，扯不动啊！我也被缠住了，这网怎么跟钢筋似的，越挣越紧？坏了，
这肯定是那天周军说的专门防大鲨鱼的防沙网。咱们越动，它搅得越死啊！救命啊！别动，警察！别动！海洋，你这高科技防盗网还真灵啊！瞧看看，今晚逮着3条大黑鱼！海洋，救救我！我是一时糊涂，咱们可是亲戚啊！亲戚？偷我东西的时候想过是亲戚吗？既然管不住自己的手，就去局里让法律管管。哎呦，这不是周大贵吗？真丢人啊！偷东西偷到自家人头上去了，真是活该！抢钱想疯了，这下好了，不仅钱没捞着，还得去吃牢饭，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这底下的好沙子已经挖得差不多了，海参也死绝了，再耗下去迟早兜不住。只要把这烂摊子包装成生态示范海滩，拉个省城来的人傻钱多的资本大佬头前接盘，捞上最后一笔，老子就能拿着巨款彻底远走飞。助理，去外面给我联系几十车金黄的细沙，再弄一批高档的塑料海草来，今晚连夜开工。动作快点儿，坑挖深一点儿，把这些死海参和劣质化肥桶全给我埋严实了。上面多盖几层好沙子，绝对不能露出一点味儿来！快，把那些塑料海草都插在表面，布置的像样点儿，要有生态感。哈哈哈哈哈哈！就这障眼法，简直是天衣无缝。就算省城的大资本家拿着仿发大镜来看，也绝对发现不了这漂亮沙滩底下埋着的是个毒气弹。瞎了你们的狗眼！都给我退后！这是张老板斥巨资打造的高科技生态示范海滩，马上就有省城的投资商来考察接盘。谁要是敢越界看一眼，坏了张老板几千万的大生意，老子直接把他扔海里喂鱼！滚！海洋，你这眼光和胆识真是绝了！当初你砸钱把这整片天然红树林给承包下来，村里那些红眼病还笑你傻。现在你看看，在这红少林上面养极品青蟹，水底下搞野生海参，再加上这大功率增氧机，这片水算是彻底活了。就咱们这出货量，简直就是一台24小时不停歇的印钞机啊！周兄弟，我做海产生意这么多年，真没见过成色这么完美的极品青蟹。你这事业版图扩张的速度，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你看看村口，我调来的10几辆冷链大货车都已经排成长龙了，全都在等着装你这儿的货。你现在可是我们城高端餐饮界真正的海产大王了。苏老板过誉了。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这片海的潜力还大着呢。你们看海洋那边，冷链车天天排队拉货，人家那是真金白银的赚啊！这才是真正的养殖。再看看张朝东那个王八蛋，我算是彻底想明白了，他那海滩绝对是个造假的空壳子。对呀，哪有一夜之间长出金沙滩的？那些水草绿的发甲肯定是塑料的，底下埋的绝对是之前死绝的海参和那些劣质药水。好一招瞒天过海！他把咱们村骗得倾家荡产，把祖宗留下的滩滩毁成了毒坑，现在还想弄个假沙滩，骗省城的大老板接盘。等他拿到钱跑路了，咱们村背着这几10万的烂账。还有那个毒坑，子子孙孙都别想翻身了。
这个挨千刀的畜生，绝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市台现场直播，只要今天把这几千万的投资合同一签，钱一到账，明天老子就坐飞机远走高飞，留下这个毒坑让你们这群蠢货慢慢玩。哎呀，薛总、记者同志，欢迎欢迎！快请看咱们斥巨资打造的省级黄金生态沙滩，我们这里采用了最前沿的环保理念。您看这金黄的细沙，这翠绿的海草，完全是原生态。这几千万的投资砸下来，绝对物超所值。我们要见记者，我们要去电视上告发张朝东这个骗子，底下埋的都是劣质药水和死海参，绝不能让他拿钱跑了。都给我老实点儿！今天里面可是市台直播，谁要是敢过去捣乱，坏了张老板几千万的生意，老子打断他的腿！给我死死盯住，一只苍蝇也别放过去！张总，那边那个规模宏大的渔场是谁的产业？看那出货量和设备，感觉生态非常好，非常专业啊！那是你们基地的2期工程吗？嗨，记者同志，您误会了，那就是个乡下人搞的捕鱼小作坊，乱七八糟的，根本不足挂齿。您快别看那边了，快看咱们这片黄金沙滩，这才是值得全省推广的高科技生态示范区。这么大的现代化船队和冷链物流，居然叫小作坊。这位张总怎么好像很怕我看那边？好的，张总，那我们继续聊聊您这片黄金沙滩的生态优势。薛总，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咱们这片省级生态黄金沙滩采用的是国际顶尖的纳米级净化技术，不仅沙质细腻，而且水质纯净。未来这里的海产绝对能垄断高端市场。张总果然是有大格局的企业家，这生态环境做得确实漂亮。这几百万的投资砸在这里，我看行。薛总真是慧眼识珠，您签了字儿，咱们这就强强联手，共创辉煌。签吧签吧，人傻钱多的蠢货。海洋，这也太下血本了吧！这么好的野生大蚝子，直接砸碎了当鱼食。周军，赶海打窝就得讲究个舍得。这种敲碎的野生鲜活海蛎子，加上带有腥甜味极品鱼肠，在水里散发出来的味道，对海货来说就是最上等的新鲜诱饵。时间到了，现在正是退潮的回水期，底下的暗流涌动最剧烈，把饵全给我倒进去。这顶级偶饵的味道顺着回水湾的暗流一冲，能传出10几海里，深海里的那些凶猛大家伙全得被这股味道勾过来。张朝东，你个断子绝孙的骗子！你骗光了我们全村的钱，现在又来骗省城的大老板。完了完了，这个老不死的怎么冲进来了？这可是全省直播啊！要是底下那些烂东西被抖落出来，老子今天非得进局子不可！周国际，你死哪儿去了？快把这个疯子给我弄走！地下有毒，沙子是假的。张总，这是怎么回事？那个村民刚才喊的死海参和劣质药水，到底是什么意思？张总，作为重点生态项目，村民为什么会情绪这么激动地指控造假？这片沙滩底下难道真的另有隐情吗？误会，这绝对是天大的误会！
薛总、记者同志，你们千万凭他胡说八道。那个老头是我们村出了名的精神病，脑子有问题。他就是嫉妒咱们基地赚钱，故意跑来捣乱的。你看这沙子多漂亮，怎么可能有假？咱们别理个疯子。薛总时已到，咱们赶紧把字签了吧。精神病？我看他刚才说话条理清晰，可不像个疯子。张总，投资的事儿不急，我得先弄清楚状况。张总，您这黄金沙滩里怎么钻出这么大一只螃蟹？而且这带出来的泥味道怎么这么呛人？这是野生泥蟹，说明咱们这生态好，海货都喜欢往这儿跑。对，纯生态。活见鬼了！这群死螃蟹发什么疯？怎么跟饿死鬼投胎一样，全往岸上钻？底下的黑泥要是全被翻出来，老子就彻底玩完了。别钻了，给我回去！周国军死哪儿去了？快过来砍！这根本不是生态海滩，这底下全是发臭的黑水和烂海参。摄像，快把这些全拍下来！张朝东，你敢把老子当猴耍？刚才那个村民说的是真的，这下面根本不是生态，你到底埋了什么？薛总，您听我解释，这都是意外，这沙子拿几千万的假项目骗我，还在电视直播上丢人现眼，你给我等着进去吧！大家快看，那是化学清池剂，张朝东居然把这玩意儿直接埋沙子里了！难怪那些野生大泥蟹和海鳗疯了一样往外钻，堵水漏了，这底下根本待不住，他们这是出于求生本能在逃命啊！太恶劣了，这简直是在毁坏海洋生态！张朝东，你不仅造假，还敢毁坏环境，你这几百万的投资别想了，准备蹲大牢去吧！完了，全完了！你们看，这回水湾的洋流方向正好是顺着往周海洋那片红树林去的，那边水质干净，还有鱼食，这群逃命的海货全顺着水流往那边跑了。1、2，拉！哎呦，这网怎么这么沉？网绳都快勒断了。海洋，这哪来的这么多极品野货呀？全排着队往咱们往里钻。我明白了，肯定是张朝东的沙滩环境太差了，这群大家伙为了保命，顺着洋流全跑到咱们这片干净的生态区来避难了。哈哈哈哈哈！张朝东那个蠢货费尽心机布的局，结果把深海里的宝贝全给咱们赶过来了。哈哈哈哈！咱们这波可是捡了个泼天的漏啊！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他破坏海的环境，海就断他的财路。咱们好好养这片海，这片海自然给咱们送金山。完了，全完了！这可是市台直播，不仅薛老板的投资没了，这毁坏环境可是重罪。老子不能在这儿等死，趁着现在乱，赶紧上车跑。只要出了省，谁也逮不着我。张朝东，你涉嫌合同诈骗、非法采砂以及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警察同志，那是意外，那是意外啊！老板被抓了，那些假合同可都是我帮着去按手印的，那些欠条也是我逼着大家写的。要是被供出来，我这辈子就毁了。跑，得赶紧跑！大家快看，周国军那个吃里扒外的混蛋想跑，骗了咱们的棺材本，还想毁了咱们的海滩，你今天走得了，算我没本事！乡亲们有话好说，我也是被张朝东骗了呀。大家看在同村的份上，同村？你忽悠我们去死的时候，想过是同村吗？你这种黑了心肝的东西，不配姓周！警察同志，这个周国军是张朝东的同伙，帮着那个骗子坑了咱们全村，千万不能让他跑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这罪魁祸首是抓走了，可这被糟蹋的沙滩可怎么办啊？张朝东这个骗子，差点把我的名誉和几百万全搭进这个坑里，真是瞎了眼了！各位观众，本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想为大家报道咱们市新农村海产建设的模范标杆，但万万没想到，揭开的却是一场性质极其恶劣的生态骗局。现场造假，毁坏环境，看来咱们市的高端海产养殖还有很长很艰难的一段路要走啊！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摄像关机吧。好清新的海风味道，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海洋该有的气味。快，把镜头转过去，拍那边。大爷，打听一下，那边那个看着极其专业的生态基地是谁家的产业呀？那是咱们村周海洋的产业呀，全村就他一个人单干。当初他拼了命的劝我们，说张朝东是骗子，会毁了这片海。可我们这群老糊涂不听劝，还骂他。人家海洋凭着真本事，自己承包了红树林，搞原生态养殖，现在成大老板了。冷链车天天排队来拉极品海货啊！嗨，那就是个乡下人搞的捕鱼小作坊，根本不足挂齿。你快别看那边了。难怪张朝东刚才那么慌张地阻拦我往那边看，他怕的根本不是什么小作坊，他是怕周海洋真正的生态养殖，直接戳破他这片假沙滩的画皮。大新闻，这才是真正的大新闻！在骗子横行的绝境里，居然有人靠着自己的双手搞出了真正的原生态海产事业。走，咱们现在就去拜访这位周海洋。真正的原生态海产事业，走，咱们也跟过去看看。我倒要见识见识，能把张朝东那个骗子比下去的，到底是个什么神仙宝地？这全套的恒温增氧系统，气派的洋楼和车队，这哪里是张朝东嘴里的小作坊？这简直就是个现代化的海产公司啊！周兄弟，这是这批极品青蟹和海参的货款，整整30万现金，你点点。你这儿的货在省城可是供不应求，下批货我还得提前预定。苏老板客气了，只要水质护得好，极品尖货以后管够。您好，我是市电视台的记者。周老板，我们刚才在那边看了场恶劣的造假破局，但您这里简直是一片生态奇迹。您能给全省观众讲讲，您是怎么培育出这么完美的极品海鲜的吗？海洋，咱这回是真出名了啊！连市里的记者都扛着大家伙跑来采访你了。其实没什么秘诀，就是4个字：敬畏海洋。我承包这片红树林，搞的是原生态与科学混养结合。红树林的根系能天然净化水质，我在这里引入大功率增氧设备，上面养青蟹，底层养海参。青蟹的残饵和粪便能成为海参的天然饲料，海参在底层翻动泥沙，又能防止底层水质恶化，这叫立体生态循环。只有不赚断子绝孙的黑心钱，顺应自然，这片海才会给你最丰厚的回报。太绝了！红树林净化加上立体生态循环，周老板，您的环保理念和科学养殖技术简直太先进了，这才是咱们市乃至全省海产养殖真正的未来啊！说得好，这才是干实业、有格局的真企业家。各位观众，在这片红树林里，我们看到了新时代海产人的智慧和良心。周老板的专访，我们将在今晚的黄金时段全程播出。周老板，实不相瞒，我薛某人这次带了几百万，原本是打算投给张朝东那个骗子的，但今天看了你这片原生态宝地，听了你的格局，我彻底服了。这几百万我一分不留，全部无条件注资给你扩建现代化厂房，咱们达成全面合作，股份条件你随便开。几百万，老天爷啊，无条件白送咱们扩建。张朝东费尽心机搞假沙滩都没骗来的几百万，人家大老板直接追着求着要塞给海洋，海洋这是真龙显灵了，咱们村这是出了个真正的千万大富豪了。薛总爽快，这笔资金投给我们极鲜海洋捕捞公司，我保证未来的收益绝对对得起您的眼光。
上电视了，海洋真诚有名的海产大王了。周总，看了您的电视专访，我们是慕名而来啊！只要您肯把红树林的项目分我们一杯羹，资金不是问题。周老板，我们酒店急需您那种极品海鲜供货，价格比市面高3成，咱们把长期合同签了吧。造孽呀！当初海洋拿着喇叭喊哑了声子劝咱们非但不领情，还跑去给骗子下跪。别说了，人家海洋那是真有大本事、大格局的神仙，咱们这群蠢猪活该被骗得倾家荡产。这下好了，人家吃肉喝汤，咱们连闻个味儿的资格都没了。以后在这村里，人家是高高在上的周总，咱们就是一群要饭的穷鬼。完了，全完了！张朝东是被抓了，可这地已经被糟蹋的连只活虾都看不见，咱们背着一屁股债，以后靠什么活啊？这都是咱们不听好人言的报应啊！当初海洋拼了命劝咱们不仅不领情，还骂他。走，咱们现在就去海洋家，给他磕头认错，求他大发慈悲，给咱们寻条活路。哎呀，以前是我们瞎了狗眼，咱们认错。你现在摊子铺得大，求你带咱们寻条活路吧！你让我们干什么都行。我可以给你们一条活路，这份是承包与雇佣合同，我要以极低的价格，把咱们全村被毁的海滩整体打包承包下来。但是想跟我干，必须实行企业化管理，按件计酬。谁要是敢在我的地盘上偷奸马滑，或者再干任何破坏生态的事儿，直接开除，绝不留情。那海滩底下全是张朝东埋的污染物，地早就死透了，神仙难救。周海洋收这块烂地干嘛？管他干嘛呢？他愿意当冤大头收这块废地，咱们就能跟着混口饭吃。咱们现在都要饿死了，还有别的路选吗？赶紧签吧。海洋，你是不是糊涂了？以极低的价格收地是不假，可那地已经被彻底糟蹋了，咱们收过来不是砸在手里了吗？周军，把心放进肚子里，毒泥难治，那是对别人来说，我有我的办法。不出1个月，我不仅能让这片死海活过来，还能让它变成咱们全村最值钱的黄金渔场。不行了，污染太严重，已经把表层的生态结构全破坏了。这片海滩算是彻底没救了，至少得等个3、5年才能勉强缓过来。3、5年？咱们现在连下个月的锅都揭不开了，哪能熬那么久啊？这地算是彻底砸在咱们手里了。乡亲们，专家看的是死数据，咱们赶海人看的是活规矩。大家带上铁锹和锄头，全体跟我下滩涂。大家听好，这第一步叫翻泥松沙，表层的烂泥把底下闷死了，咱们得把它翻开，让毒气散出底下的沙子透透气儿。是野生大猪菌，这底下居然还藏着这么大一群生命力顽强的极品。所有人先停下铁锹，周军，马上叫人回村，把小卖部里所有的食盐都给我搬过来，再找些空矿泉水瓶，把瓶盖扎个眼儿。拿盐干什么？这地里连根草都不长，难不成还要往烂泥里撒盐腌咸菜啊？就是啊，毒泥还没翻完呢。海洋这是唱的哪一出？大家看仔细了，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最传统的赶海手艺。这滩涂表面虽然死了，但底下还藏着宝贝。看到这种像猫眼一样呈8字形的沙眼了吗？这就代表底下有大家伙，竹村受不了高盐度的刺激，只要往这沙眼里挤点盐，他们自己就会乖乖跑出来。老天爷，这么肥的大猪斑，毒泥底下居然还活着这么好的极品，绝了！海洋这不仅是救地，这是带着咱们在绝境里捡金子啊！神了，真是神了！真卖出去了！这猪身不仅个头大，价格还高。海洋真是咱们的活财神，这下买米买面的钱都有了，大伙儿的心算是彻底踏实了。猪身虽然生命力强，能卖钱稳住军心，但海滩表层的毒素和核仙水还没彻底解决，必须得从根本上重塑生态过滤系统。周军，马上叫几个水性好的兄弟开上咱们的铁皮船，跟我去一趟外海的天然礁石区。海洋，咱们大老远跑去外海，
刮这么多黑乎乎的破生蚝苗和海带回来干什么？这玩意儿长得慢，壳还厚，根本卖不上价啊！是啊，这跟咱们就这片毒海滩有什么关系？乡亲们，这些黑壳蚝和龙须海带可不是用来卖的，它们是这片海滩的救命药。野生黑壳蚝的生命力极其强悍，它就是海里天然的抽水机和过滤器。龙须海带能大量吸收水里的有害物质，释放氧气。乡亲们，趁着现在退潮，带上工具，下滩梁打木桩，拉缆绳，把这些蚝苗海带全给我挂上去，建生态蚝牌。哎呦哎呦哎呦哎！老天爷啊，你们快看，水清了，全清了，连底下的白沙子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短短1个月啊，一点臭味都没了。这黑壳蚝居然真的把这片毒海给吸干净了。海洋，你这招生态净化简直是神仙手段啊！连镇上的专家都说没救的死地，硬生生被你用几根木桩和一堆破生蚝给盘活了。大家看好手法，刀口要平，别破坏了蚝肉的品相。这生蚝不仅把咱们的水吸干净了，它自己也吃得膘肥体壮，这可是顶级的食材。把蚝肉取出来，用这纯正的海风和日自然晾晒，就能做成市面上最抢手的高端尖货——极品金蚝干。哎呦，这蚝肉都在泛着金光呢！海洋，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转的？净水的废物也能变成宝贝？绝了，真是绝了！周兄弟，这蚝干肉质紧实，色泽金黄，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别人养生蚝是为了卖新鲜，你用来净化死海，转头还能做成高端干货。这批金蚝干我出高出市场30%的价格，全包了，以后有多少我要多少。太好了，死地变宝地，这回咱们村算是彻底翻身了。王宝田，生蚝加工加海滩维护，第一笔分红3000块，上来拿钱。海洋啊，你这是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啊！这钱不仅够还债，还能给孙子交学费了。当初咱们愚昧无知，被张朝东那几张空头支票迷了心窍，还跟着一起骂你，咱们真不是人呐！海洋，以前是咱们的错，从今往后，咱们全村人的命就是你的。乡亲们，只要大家跟着我按规矩干，守住这片海的良心，以后桌上的钱只会比今天更多，咱们一起发财！真结实啊！这水泥路走着就是硬气，连下雨天都不用怕踩一脚烂泥了。这多亏了海洋带咱们发了财呀！咱们大家伙自发掏钱修了这条路，以后咱们村的极品海鲜运出去，财源滚滚进不完。海洋不仅让咱们的腰包鼓了，连村里的面貌都给改了，咱们这辈子跟定海洋了。海洋，你把咱们账上的钱全砸进去了，就为了搞这10个大家伙，咱这可相当于是全省第1支恒温活水冷链车队啊！造价也太吓人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现在咱们的产量越来越大，光靠加冰块保鲜早就落伍了。这车厢里带全套的循环活水和制氧恒温系统，别人拉到省城卖的是死鱼冰虾，咱们的车一开门，货全是活蹦乱跳的。这车可得跑了几百公里的路啊！可这鱼怎么跟刚从海里捞下来的一样生猛？我的乖乖，别人运过来的都是死鱼软虾，周老板这简直是把整个东海给咱们省城来了。周老板，这全省第1支活水车队，绝对能把那些老牌海产商打得满地找牙。你这气魄和眼光，我薛某人彻底服了。这批鲜货我马上按最高价结账，另外我要再追加投资，咱们必须签最高级别的独家战略合作。薛总，合作愉快。老天爷啊，我在这海边活了大半辈子，还是头一回见海水退得这么深，这起码是几10年一遇的极大潮啊！海洋退这么大，这远滩底下的好东西肯定不少吧？咱们赶紧开干！远滩算什么？今天大潮把海底的天然蓝洞都给露出来了，那才是真正的藏宝阁。带上家伙，跟我趟过去！海洋，这地方太邪门了，浪这么大，石头跟刀片似的，一个站不稳掉进蓝洞里，连骨头渣子都找不着啊！咱们还是回去吧。是啊，海洋，这地形太复杂了，脚底全是青苔和滑泥，根本没法下脚啊！富贵险中求，几10年的大潮才让这地方见一次天日，里头的东西都快成精了，咱们今天必须给掏出来。好家伙，全是极品尖货！这蓝洞果然是风水宝地，这尺寸，随便拿出去一个都能在省城轰动了。给我出来！
我的亲娘四舅奶奶，那是九孔豹，怎么长得跟脸盆一样大呀？夜光螺，那是传说中深海才有的巨大夜光螺。海洋这眼睛是开了天点吗？那么黑的石头缝，它一掏一个准儿。神了！海洋简直是海神爷附体呀！这波发大财了！这贼老天，沿海台风季说来就来，浪这么大，别说下海捕鱼了，就是站在岸边都得被卷进去。哎，这台风一刮，起码半个月不能出海。咱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这机器一停，冷链车一歇，得少赚多少钱啊？可不是嘛，省城苏老板那边还催着要货呢，这风雨交加的，咱们只能干瞪眼。谁说刮台风就不能赚钱了？大家跟我来！海洋，你什么时候在村里弄了这么大一个车间？靠天吃饭永远受制于人，这叫有备无患。年轻人全去流水线，负责搬运和机器操作。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去吴军台挑拣海米，打包干贝。我的乖乖，以前咱们只卖生鲜，碰上坏天气就得歇业。现在海洋把鲜货做成高端伴手礼，这保质期上去了，身价起码翻了几倍啊！这双轨发展的路子太绝了。请问周海洋周老板在吗？我们是听说极鲜的名头专程从外省赶来进货的。这外面刮着这么大的台风，别的海产厂全停工了，你们居然在搞礼盒打包，居然还是高端礼盒装，这种不受天气限制的模式太超前了。周老板，你这眼光和格局我彻底服了，这批干货伴手礼我直接订5000盒，另外我要给你们车间追投300万，咱们把这礼盒打到全国去。几位老板好眼光，风浪再大也挡不住咱们极鲜出货的脚步。这5000盒的单子我接了，至于这300万的投资，正好用在咱们2期吴军车间的扩建上。既然要打向全国市场，咱们的招牌就得做到顶尖。几位老板，合作愉快。老天爷，外面下着暴雨不能出海，咱们在屋里坐着包装，居然连外省的大响当都跑来排队送钱了。这全都是专门来给咱们村拍纪录片的人啊！真没想到咱们这穷渔村也有能上大电视的一天。这全托了海洋的福啊！人家不仅带咱们把钱赚了，还把咱们村生态环保的名声打出去了。现在连大导演都亲自上门来拍咱们了。周老板，我们在省城看了你们极鲜的海货，品质简直绝了。为了拍好这期乡村振兴的纪录片，我们跑了好多地方。听说你们这儿搞的是以海养海的环保理念，今天一见，这生态环境真是个奇迹啊！李导，纸上谈兵没意思，既然来拍纪录片，我直接带你们下滩涂，看看咱们最原汁原味的赶海。老天，这么大的野生青蟹，在这片滩头随便一挑就有了，太生猛了！这绝不是普通近海能有的生态，这里的生物链极其完整丰富。周老板的以海养海真不是一句空话，拍下来，赶紧全拍下来。这，刚才还在满是泥巴的滩涂赶海，怎么一转眼进了这么高端的现代化工厂？李导，海里的鲜货看天吃饭，这就是我们极鲜的双轨发展模式。前端是原生态赶海捕捞，后端是现代化深加工。好天气咱们卖顶级的生鲜，刮台风咱们卖不受天气限制的高端干货伴手礼。这样不仅不破坏生态，还能把海产的附加值拉到最高。双轨发展模式，前端守住大自然的底线，后端接轨最顶尖的商业流水线。周老板，你这模式太先进了，不仅带着全村致富，还给全国的传统渔村树立了绝对的标杆。这期纪录片一旦播出，极鲜的名字绝对要在全国响当当了。提示线，接
快看快看，那是咱们的生态豪牌！嘿，我这上电视看着还挺上相。祖宗显灵啊！咱们这穷的叮当响的破渔村，居然成了全省的环保致富大标杆了，这在以前做梦都不敢想啊！海洋，你就是咱们村的活龙王！这纪录片一播，咱们极限的名气算是彻底捅破天了。从满地毒泥到今天这块金字招牌，咱们总算是熬出头了。但这绝不是终点，只要守住这片海的良心，极限的规矩，早晚要定到全国的海产界去。这车全是从文省赶来的，乖乖，这阵势，这么大庞场。兄弟，极鲜海品公司怎么走？周山阳周总在不在？我是连锁生鲜的采购总监。让开让开！我是外省餐饮集团的，我们老板说了，只要极鲜的货，价格随便填。让我先上。以前都是咱们出海求着鱼贩子收货，现在这群身价千万的大老板，居然为了几只螃蟹，跑到咱们穷乡僻壤来抢破头。周总，你们那个极品大青蟹和夜光螺，我每个月要1万斤，定金我直接打500万，马上签，我包全了。周总，你们无菌之间产的高端干贝礼盒，我加价50%，全部垄断独家代理。发了发了，这一波要是全接下来，咱们村每个人都能分好几十万啊！各位老板，感谢大家大老远跑来，但我丑话说在前面，极鲜的货不包圆不垄断，更不可能无底线增产。周总，有钱不赚，您这是什么意思？极鲜为什么好？因为我们敬畏海洋，大自然每个月的繁衍是有极限的。如果为了你们的1万斤订单，我就去喝泽而渔，那我们